OK， 以下落嚟玩呢個魔術咧，會用到呢副啤牌。呢副啤牌咧係一副特別嘅啤牌嚟嘅，唔係一副普通啤牌。因為咧佢會有背面，啤牌梗係有背面啦，係咪先？但係神奇在於咧，佢兩面都係背面，係冇正面嘅。但係呢副啤牌咧又稱為魔術師嘅啤牌，因為咧只有做魔術師嘅人咧，真正做魔術師嘅人啦，先可以睇得到佢真正嘅點數。例如咧，呢就係階磚6、海線3啦、梅花7，咁啊睇得到嘅，即係魔術師睇得到。咁接住落嚟呢個魔術係非常之神奇啦，係一個預言嘅魔術。我將會預言咧，你抽到嘅啤牌咧係呢個梅花3。好，隨便一位叫停，呢個位肯定唔悶，非常好。各位觀眾，梅花3，sorry 唔好意思，漏咗個步驟未做，因為普通嘅觀眾咧就咁睇落去咧係兩面嘅牌嚟嘅啫，就唔會知道呢一隻梅花3。咁我攞支筆擲住佢先啦。好，咁我再講一次啦，呢副牌係兩面背面，你睇落去咧就係兩面背面。咁除咗魔術師先可以睇到個點數係點樣嘅啫，係咪？咁而你呢度就抽咗隻牌出嚟。但係有兩面，啲啤牌全部都兩面噶嘛。不過為咗迎合一啲普通觀眾嘅需要咧，有陣時魔術師只要加少少 magic 落去，就可以令到觀眾可以睇到啲點數。而你嘅牌都係一樣，只要搖一搖，梅花3就會出現。